都挨讲花毛，酒堂都挨讲花毛。马该，他，你还马该娘诶？呀，伊小天。你弟你俩哈弟奶毛？是人哦。叫唔弟，你俩哈你在做马该？开刀。妈妈，平常甲做马该讲，阿婆开刀嘅时间很做啲讲法咯。人哋讲啊上当讲法嘅神经，所以等下开刀嘅时间吼，请尽量同人哋讲法，吼。哦，讲马该。你无路同人小姐喺人切架嘛，吼。哦，爱迄伊小贴，今年62岁。我迄做个姊妹一个姊妹啊，37岁。咁還有其他嘅無卡人？我先生徐正賢啊，不過佢過身多年嘞。我無較好講嘅啦。那个眼神確實冇乜嘅好講。徐正元，你要我怎樣哦？我哋看好戲。你要做乜嘅？你的，拜托你的向我先生照好冇？你走啦！醫生，病人意識狀態不穩定。唔會咯，應該唔會咯。你哋講乜嘅？播音啊！唔好講你啦，唔好講你啦。血壓持續下降，心跳加速。會急救嗎？會急救啊！沒有事，我真緊沒調試嘅啦。救我！救我啦！我去急救，會插管，會氣血，會電，避了一個向前殺。感不到血壓了。準備 CPR。上帝愛出題佢哋一切嘅目的，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憂、痛苦，因為以前嘅事都過去了。願愛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和慈愛，從頭到陳平我嘅家人同在，直到永永遠遠。阿門。阿門。咩到後三會。什麼？冇事，感謝，真感動感謝。嚟聽書，我好好讀書，點冇？有新嘅目標啊！嚟，一張。幾好，本能啊！有張票聽到嗰筆客氣咯。係，重點係哦，佢當有錢啊，有事樂講。I會自己使金錢，然後結婚。And let me play. And Susu up, zip up, arm to fifth. Okay, hold your back. Stay and stay. Breathe in, hold the breath, and play. Okay, preparation. Let's do developing. Breathe in, hold your back and play. Good. Okay, left arm. Come to the side. 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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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唉，出按度些，
喊好人跳埋个舞啦，就唔惊啊骨质疏松症撇伤诶，骨头啊就团体咧。为念清淡，我整理好些咧。人生啊，最重要的3件事情：空间、钱财、感情。这空间啊，也个脑眼，听说各位徛起来，也无法度啊。钱财哦，你规划个洞好。今半年的考场安做得无？做得啦，我迄点不会有问题，没问题。动强，我继续加油哦！沈文老师，拜拜，拜拜。骨头啊，会团体哦。你来咧？是按多就做嘛该啦。做好事也要人做善事啊。老偏老姑婆结婚讲做迄做好事。小丽、小娜，来吃饭喽。妈，要黑毛干？啊，所有的事情都计划好啊。咁唔做乜目前来讨论？两黑毛干，你两下做的事情都按对人讲，你当主演方面，啊，你没动认真出来讲嘢啦。你看嘛，读书要有计划，做头路要有计划，哈，还有结婚、降生人、旅行，全部都要有计划。故事还是做了的4month计划啊。做人哦，所以有计划啦。有错啦，小丽明仔法国读书没？你机票买好吗？我拢讲过几多摆啦，我想到嘛该是做嘛该，做人要有计划。错，我计划就系种来拢唔做盘啊。阿爸要陪我啊。阿弟啦，你冇想要讲到阿爸的事情。嘿，你冇想过？我因为第几时间阿爸的票，我好点点就徛起来。你是啥物冇人来讲清楚啊？咁唔做嘛该冇前来讨论咯。刚刚你真太好上呢。最少应该不挨几天外，我种来莫。我希望你做得顺势毕业。顺势毕业，留给阿爸最里面那一只较重要啊。该系我老阿爸向我结天呢。最好系，哎，我卡所有的事情全系你上结天嘅。今日唔结天嘛，你要人下听数结天咯。咁唔做嘛唔留自家嘅天爱嚟演咯，明明就伫阿爸嘅。冷风都冇应该。来到伫讨论事情，东西属好的吗？阿妹，你来看我把给出啦。哦。全系你啦。啊，真云，啊，真云，
都得示范嘛。哦。哦，董事长，咱扮演听听啊，你也看起来面色真好啊。来，这样子啊。哎呦，小汤，看起来人的花有发挥作用啊。阿嫂吼，尽管都呱呱调调的，就会了不发个事情。不过吼，联络几摆，都得无限。很歹势啊，麻烦你都当当送过来。叶不发有根本加持的啊。还有范例的，俺老讲，听说这家送过来咱做的，之前传图片俾人看听听啊，当家就恢复神气嘅，一下来真件呢，好么咯，俾人送过来，保证后场50岁。阿嫂就会按顾到啦。人讲哦，请什么你得啊？没，应该喺外头我老讲什么按子社长做的啊。啊？哦。嘅顏色咯，本地呢嘅本留學嘅花架，竟然冇名，按咗按嚟做唔得，講嘢係講按嚟做唔得。阿嫂建議我愛做好事，但兼個創作項目都會困難。嗱，嗰種係得單地嘢啲啊嘢咯，仲人藝術之講啊，就騙人啊，唔是像畫圖啊，怪咧，佢畫到騙人都冇乜感覺，畫到我，佢鬼仔靈感全部都走出來啊，嗰種。味道咁差，還有一幅畫送本。錯啦，從先吼，阿嫂就講誒，是水愛滴水年條。來，就算天天要咁樣看得到、睇得到，都強啊！來，你吃頓樣飯。阿嫂吼就會按神氣嘅人嘛，老奇強下吼，真件動快樂啊！花了動好，俺們動中一幅花。哦，錯啦，今天啊有啲偏遠嗰度感謝小湯，老奇畫圖吼，送外頭2種重症各種芭蕾表演嘅票啊，唔知有一用興做得邀請強下來嘅看喎。一幅花同獎。那当中是嘅芭蕾表演，我知道吼，佢啲個上空上客，一密碼嘅東西哦。好，到時節向下來去看。好，懂好。就知道新冠都酸溜溜的，個小小的。你點解啲講乜計麼？唔係，佢係啲看顏色嘅花強。新冠都在想，要不有人暗有創意啊！佢看顏嘅世界，佢嘅目珠度要當到愛嘅標誌。咁要，誰冇人冇愛點啊？佢但想上一下聽聽咯。出答應我老人約會呢，亦都表示講啊，佢調到啊，佢得到顏色嘅老嘅度。啱講，看表演嘅時間後，我本期看得到啊，差唔多。去拿衛生紙俾佢。呀，寫貨嘅會做啲咯。你知道今日嘅芭蕾舞好看嗎？好看啦！嘅經典老少配嘅團哦，董成奇。啊？睡美人啊？睡美人
所以100年哦，古说佢应该系别人写啊，佢王字章20听听呢，你唔就系老少配？竟然安样想，要吃到佢两啥谈恋爱，要乖乖，要拄唔掉嘛？唔会啊，老少配同浪漫啊，我拄唔掉嘅系佢王字，佢一上床，我就会分心。样个呢？佢丈夫嘛，该就看显显呢。哦，系咪？按呢？哦，个按呢？哦，做唔得，做唔得。哦，希望你没吃到懂神气哦。我好点点想讲，你要作个。哎哦，哎喂哦。原来你的想掠嘅哦。往后并腿，转一圈，停住。好，我们等下再一次哦。好。你朋友跳起来的部分好吗？好啊。手打手。你懂好跳舞啊？所以唱有没有停脚练呢？嗯。好，我们来抢拍一个。哎哦，这神拍啥？懂好看哦。好，反而平摆放下。我做的老女去婚纱照模。啊，真紧哦。嗯。嗯。你要吐要啉酒啊？做得不用卡，轻松点诶。给你开始啊。好。唱啦，我做唔得甜筒唱嘛？做得讲法。好。喂。你从头到尾先有冇紧看得我哦？我冇看到人，很用办法。没错啊，拍摄啊。对对。好。冇紧张，19，加细些。
没事。你挖土。廖伯花，喊到神了啊！哦，记起个贵重家下得种计划，亚索人个天数强起来。很强啊！你当好看谁了呀？我唔好，因为有人讲，过神嘅人会变到天堂嘅神啊！可是我看到神了，是会想到我心上。今天血压有点偏低哦。薯条，我肚唔着我是老给讲，这云，你走的，你听我挨下去，想到做病人嘞，迄讲你爱喺月阵来。可能要再过花几年嘅时间。我想一看，跟有开的门。啊！护士，你用了。先生，616强需要急救 CPR。他怎么了？我们这边先稍等一下。他怎么了？他现在需要急救，不好意思，我们这边稍等一下。郑勋先生，病人失去意识，没有 pulse， 准备压胸。建议 EKG monitor。我唔知要出幾身康，差唔多嘅乾啦，仲喺度嘅機器。10秒後準備。你到差唔多地方都在朱砂嘞。7、8、9、10，好。郑勋先生的状况非常不好，他现在已经没有自发的呼吸心跳。我们已经开始心脏按摩电击，然后又给了强心针。就算救回来，不能保证他不会变成植物人的状态。即使是这样，你们还是要积极抢救吗？要，一定要抢救到底，让他女儿回来见他最后一面。好，我知道了，我们尽力抢救下去。拜托医生，拜托，拜托。我知道我對唔起佢。我知道你冇需要亏欠吗？你抢黑上爱本期量子也冇遗憾，含讲你3万个月啊！会让你讲一则故事。你也细年嘅，自己生日纪念，然后爸爸妈妈约好嘅，下课爱去做生日。记得学校门口等到团伙，都冇等到爸爸妈妈。最尾有警察老去讲，叫爸爸妈妈本是就住喺拖拉骨冲到，装伫医院急救。
佢當上愛去醫院，唔過計着太人比去，佢搶做得喺我卡頂天花，結果看到爺爺嘅世界，就係啲殯儀館嘅。過後又當從一段時間，佢都係自家醫生人生化。過後佢去托復興迷宮，靠到未順利，最尾變成一個無路用嘅法家。目肚係我爸爸媽媽送俾你最珍貴嘅禮物。哦，原來我嘅眼神係上到樣哦。啊，學生嘅時節，先生就講，眼神最難忘，因為你會看到對方嘅靈魂，真有可能讓眼神畫好了。咁你看到乜嘅？讓我強樣，按故事。咁皮多，一時都見咗冇？冇，當見咗冇。你兩手，你搞搞掂掂，又係個正經嘅嚇。見咗，包能樣辦啊？哦，當熟悉啊。水塔子，我要睇到唔知道我啲鹹嗎？我要買動作式的啊，等下強下聲啊！收貼啊收貼，佢韓北嘅用藥嘅呢，韓先生咯，韓哥嗬，愛皮多嗬，讓我有愛情嘅迷思。你冇亂講啊！一部花哦，看起來又冇強樣呢，一啲度哦，有黏黏嘅愛哦。當中意，你老係畫個真好看哦。實在問佢到底去做乜咯？依家佢當好啊，身體做乜咯？其實都係做人奶嘅咧，我講聽我爸咧啦。咁會聽自己。其他人冇應該開人嘅玩笑。你確定係講笑？送出去。你吃隻老魚哥嗎？冇聽錯，佢彩唔錯誒，看佢又要小心啲喎。佢冇小心啲，看人用嘅肥。負二隻咯，冇標誌嘅貼圖。係咪數進嚟去？一隻。哦，佢真。負二隻豬我咧。哎呀！摸着，闭嘴！等你是沒有？19、18、17。哎呦，我撐你啦喂！
再来啦！看压转了。来，给发现了。一朵花，花来同好，你笑到同欢喜对情感都笑出来。迄个，我朋友人系八嘅啦。我冇反对你交男朋友。真嘅？我就冇男朋友。喺講期做得本日快樂，我全做得。嗰個人，伊後生呢？冇講你啊。當好啊。佢又後生又人道。冇你愛情做白嘅哦。當地人咯。佢人差多細呢？哦。唔是凶案的，我支持你。汉巴帶來本來看一下，我愛記啲佢係唔會欺負我咩？聽錯本件心唔走啊！來咧，媽，有啲東西我老人收起來咯。好。做得恋愛了。媽，係愛死了。秀蝶，我来当上枪呢。看起来秀蝶哦，
很欢喜哦，开心呐！现在有男人哦就不一样了。人家早就去拍婚纱了。真的还假的？真嘅呀，给朋友传播你看。哎，唔够几公，哦，很强哎，动员哦。哎呦，我也好想要去拍哦。你都在看哪个？秀蝶，俺们给相片抢有你老小丽听听。帅哥呢？对呀，小帅哥的合照呢？今日是给啥啦？给当枪夫姐拍照。嘿，那是新娘衫，慢点劳你做。问到重点，小丽冇可能劳你天数，给形容衫太紧了。慢点啊，慢点啊，好啦，咱唔讲啦，个小帅哥有摊数就点点的天啦。鼓手，唔对哦，做工嘛。哎呀，干嘛？用吧。那个续航力怎么样？续航3半啦。小心一点，卡好。哎呀，有什么好小心？她又不会怀孕啊。几来咧？来一开门。来了，帅，来了。来，前面来。哎，大家好。哦，佢係小湯嘅阿叔國語啦。我係國語，大家好。來，小湯，今年發假小湯出嚟啦。大家好。唔留先色啦，我先去張水頭。咩從來？唔係。水天講哦。來。先不給張水頭啊！你真的會凶哎。安排些人，我朋友啱好聊你。唔會啦，佢哋都懂得認下。唔過啊，我看得出佢都當中心人。佢條案呢，未使安利，你會冇歡喜嘛？真唔會啦，我知道。當幸福。小娜，こんばんは。哎，小娜。就很糟吧。新聞講，你專門請有人師傅人家，你撈到用一本名差唔多係嘛？唔係啦，幾多時老爺冇空用，小湯佢嗬。你做乜解冇人嚟講？佢講係咩冇人會相信我？你有冇知道我唔係上新面啊？假使我講，我係隻老嘅，行講我係錯過龍嘅，而家還會相信我對你係真經嘅？我了解你係離下嘅你。嘿呐，馬上我過去咩？嗬。你都衝過去有兩下都啲騙人啦！真有冇封規簽名，我都咩自講。哦，小娜。做乜？小姐，你先等我解釋。哦。弄你真會上心撈誒！媽。小姐。你都講唔走？安娜很精彩。出去。
你又赢了。妈，做乜嘅？妈，你出来好冇？妈，你出来好冇？妈，你出来好冇？阿爸阿妹，隔壁班上的同學請法，其他同唔同哪個？同足球，同哪個翻到嘅豆皮，其他書內無也無學嘅聲音，那就太想了條條講，奶油。两个片的啊，就会按呢经出来的。阿婆，啊，小丽，阿婆，你看，迄哪个书啊？祝阿婆讲在咪，你看，你看。你做的给阿婆，做嘛该不死疼哦？今年吼，都落的时节，自然就会个所谓死体啦，对吗？小丽啊，俺问哦，迄讲就个阿婆，要这位时节，你希望阿婆欢欢喜喜走，来动艰苦嘅走咯。阿婆，我无爱你走。哦妈，年自然就会个哦，所谓走啦。不是哦，阿婆在这个时节，你要欢欢喜喜送来哦。阿妹讲你最近心情唔好。小丽，去帮老爸洗得个嘞。妈，我带掉色的本人全系唔好食了哦。冇事情啦。不过俺两妹唔要，我等下张说。你大刚说一些嘞啦，俺等我想养身体。妈，你真给冇事情。是啦，这样是我很鼓励你老几个帮，我应该先去查过，迄个我弟佢迄只老诶，假使我弟听错，冇一本亚种事情发生的啦。
歹势啦。宝贝，无要紧啦。因为有常时吼，想要每要工人隔天做的事情，一定要想到每要工人好处嘛。最尾结果要用别人，常时没人做得控制的，目标那成功度啦。悄悄唔好上岸，外地也把去同志嘿。你们开始就敌人了？含世间个爱就敌嘢啊！唔讲爱唔敌，梗唔做乜唔好阿爸你。我迄件上海当你啊！上海讲爱，你有问过爱冇？你冇快乐，怎会上海爱？你唔听啊，家就几艰苦啦。姑说爱希望你做得老爱讲，人做得向下面对嘛？唔是啦，你幸福还是我幸福啦？小丽，东西是刷嘞。阿妹，你跟我爱买 glass。喂，我系秘书硬下，哦，你还记得说哦。小丽，陪妈妈去吃冰淇淋，好，俺哥买当到你好的东西。好了，录上生意哈。莫紧张哦。你来做乜嘅？同好。我想爱送一个东西俾你，孙生来看你，觉得好冇？孙生来看我觉得好冇？我觉得当好，非常嘅好。你看佢幾日冇當見可能我有用可能好啦。影個照，影個照。我見比起老人畫圖，唔過畫出來全都係你。你要差不多的哦，我希望你用啥高高的喊做的，你你的事情不要空的哈，你做的莫再讲了亲爱的啦。你講，迄件莫來請你哦。嘅，我做得老記留啲了冇？佢畫個懂好呢？凊彩你啦。你看，給用藥嘅呢，佢比較安靜哦。我真嘅冇想愛騙你任何一線錢。咁真嘅啊？真嘅。就安尼。我一開始確實係想愛騙你，我後來我對你全都係真情嘅。愛弟啊！David，你做在堂外幹什麼？拜託，拜託。
哎，你，哎，你有冇留佢對上來呢？哎，我嫌棄今日躺喺度咯。哎，實在係太啱嘛，都60人歲咧，還都嘅上先愛傳不來。我親愛太昂嘛，我老你講哦，一早哦，動態嘅秘密，你點哦？做埋哦，大家唔可以相信老少配，因為啊，大家唔相信七家那會有暗好運。了條花，本我相信我自家會按好運。主動追求，莫放棄，也係做人嘅意義。我真唔會呐，按堅守。哦，唔示範，愛情啊，就親像啊，火焰重強樣，一念。唔過啊，交配期過鐵啊，就冇咧。唔該，有危險交配啊？唔會啦，我打比方聽聽。你看你啦，那個鬼仔你是咩亂睇嚟啦？唔係我咩好冇？係你自家聽好面皮，講見笑，講自家唔拉完面，講自家莫打對人愛，個講咩啊？吃到你惡白咩？看條看面。你乜去做強啊？係啦，係我一家小蘿蔔結啦，我乜開始強啦？你個強啊，老小湯啊，講清楚過後啊，就會變做啊，莊家開牌，搶看兩敗。我喺講講了之後，我會後悔啊！人啊，行到最尾，接上唔係後悔啊，佢做過乜嘅事情，等到後悔啊，佢當時想去做啥冇去做嘅事情。因為心講到的小馬雞，你全是啲啊！因為我就係你啊！小麗，媽媽弟弟，媽媽弟弟，你要加油，媽媽弟弟，小麗，你要加油，好強哦，小麗你要加油，小麗，我拜託，不要再給你，拜託你了。做咩？用唔用見到？那條好聽，你講喺度啊！我堂堂啲睇晒咗這一切，就表手係衝到佢啦。跟住用病有冇？有冇？小麗。阿叔，等下用完咯。醫生講啊，4年出生糾正啊，你會變到15年啦。佢少點面咯。弟弟妹啊，哎，這你是冇力氣啊，你這冇喊，你坐，你先坐，坐啦，哎。他就是剛剛撞傷女生的駕駛，開車還喝酒，他對他胸口痛。冇大言，排泄，唔係故意，唔係故意。冇大言講。醫生，用未咯？我哋親啲嘅，牙錯佢聲音一家，我係過希望，我有心理準備。
一定要救小丽，小丽一定做得爱下去的。妈，我出去的木天的，你还做得真爱吗？我还没某天嘞。千万唔好出去。小娜，小娜，阿妹啊，你冇讲你没送的啊？歹势啦，全个眼唔好啦，歹势啦。医生讲爱人力帮伊治疗，佢条唔老来天送救小丽，用家上。用个手，全个人我拍摄了，拍摄了，全个人我拍摄了，拍摄了。建议你就考虑安宁疗护。哎呦，小丽还好好给行麦跳鱼。我拜托你，记住你叫住，拜托你，我拜托你，拜托。你做妈唔会留小娜大怕讲，小丽冇机会啊，冇急救啊。你讲唔出嘴。你做的老小娜讲，佢当时你系暗用急救奶，我因为我血受痛大，规只身体像猪头穷样，并去太平间的时间，血含对我身上流出来。给用死还给用死，老李还冇穷样。错，冇穷样，因为小娜当爱小丽，你当厌爱。你的天爱、急救爱的时间，你有一种不严肃的心态，系冇？我敢有，
你看到我变作安尼，你当欢喜。你做嘛唔敢老小那声音？你七家骗你七家，我过身以后，你讲你当艰苦，根本就冇。你总算做得老爱，谈得离，你当快乐。你唔敢承认，系冇？我生意老爱过上其实，咪都浪里浪来。我生意冇爱行个痛啊，生意唔做冇假，我生意冇上个跑啊。我生意啦，我生意。我咪冇想去安尼。我等下以后你都多关心我一点啦。我对不起你了。我对不起你。以为搁看我一摆么？小丽俩哈，迄构图资料咧，你知冇？佢完全迄科技迄个维持佢生命。妈，你安样讲？小丽给我有个艰苦，唔知冇？妈妈那样讲，没有放弃佢，妈妈当爱佢。唔盼得佢啊！佢全部讲俩当实际法。嗰样事，要把我过生嘅时间，我很紧求医生讲，唔讲要哪一天维持佢嘅生命。我亦做嚟見佢最尾一面，最尾也把行你過身呢。
嘛做太平间的世界，唔但将披斗天气还有重重的秋风来现。哎呀，看到佢的身体重到唔像嘅，血虽然从佢的身上白白地流出来。小娜，你做的某本小丽安甘苦吗？どうでも。小丽，慢点做好，当咱不人好。有人讲啊，给物质，那是跌倒。过身的人的身上，就会本记得啊，吃到像火烧同样安艰苦。宝贝，莫叫诶，莫叫，本小弟都得安心走。放一来。莫惊，让小丽长做的安心走。莫惊。宝贝，好吃饭没？我看有当多事情爱冒汗，你唔敢食到东西，身体会吐唔掉。
东西叔叔啊，一岁叔，来吃饭呢。徐叔叔，一岁叔，准备吃饭了。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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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的呢？妈，你们喊奶奶喊奶了，妈，阿威，阿威，快点来啊！經過檢查，一萬確定唔係腦癌要個再發起來，一萬唔係可以明可能是你咁，還有個再可以擺到嘛。捱到創詐騙血糖，捱到成到安陽型創詐騙血糖。唔係啦，一相片頭要打馬賽克，乜人啲係乜人出嘛？除非家屬同意，希望捱到做唔得講任何消息，唔掉咩做唔得講出呢片貨。拜託，又係假新聞，唔係真件啦，拜託本捱到熱氣啦。我捱很警察冇。哎，不好意思，请问哦，这于秀蝶的外送啊。哦，没关系，你放这里就可以了。哦，我可以帮你送进去啊。放这里就可以了，谢谢。哎，我们没有送到客人手上会被投诉哎。我们也会被投诉，谢谢。啊，这里。排泄啊！眼妹下係眼妹安英氣啊！眼妹下係要一隻平人嗬，相差嘅唔掂啊！迄陣講過在可以擺到是有機會幫助嘅生命啊，唔過媽媽已經聽錯啦，我佢嗰度係有那麼低啊！我確定，我找個可以擺到。嗯。誒，唔過我可能簽過安寧醫院書呢？因為我孫爭過身，我希望做得多啲時間去按摩啊。你上海老眼窮樣，做嘢太簡單，冇路要治療嘅嘛。我未治過後，我做乜嘅治療？將醫生多多讓人聽說。好啦，我知啦。要不盡量去做同我安排開刀嘅時間。什麼醫生？我講起來，我不會看到，人家還用誒。因為出嫁呢？叫，緊急救命哩，很遠來啊！哎，董兄你先談下建設好冇？我對你全都會真緊嘅，你敢完全冇吃到？自從對你不偏好，我當你都衰唔得。我就像天嘅強要上愛對你用嘅咧，我董兄你，上愛照顧你。你係冇緊急救命令咯？我係我爸，我傷害你，歹勢，我應該留你搭拍講，歹勢。你做得本我一擺機會冇？我腦癌要卡起來咧，
你做嘛甲人通时间顶来神爽啦？就迄因你无去救的，你怎爱好好珍惜，唔好搭爽。韩国你用题你会先走，冇听说第一行爱就会发生意外。冇人讲。假使爱迄路切到1点钟9就会走铁，存到1点钟9听听，你敢还会爱爱？爱会。你会？姑说无论迄存到1年、1整年、1礼拜，含迄1年，我都会爱你。阿弟阿爸，迄个准备电视的老阿婆咧。来让你做盘。请无爱，老你强好。妈。你怎么的呀？哪还跟病场嘿？注意，注意！小娜，对手条还真硬嘅。你对哪门跟前兆会正经的啦？注意！小娜，我都去讲清楚了啦。妈，让你处理就好。拍谁？呛你开！呛你开！小娜，还先你快。妈叫有对你用的吗？无啊，没事情。没事情。你还喝茶吗？喝茶好吗？不是喝茶啦。啊？哦。我有吗？啊？有吗？唔会啊。你还是要嘅咧，俺依然护理师。走下啦，走下啦，陪妈妈。唔怕啦，来，唔怕啦。俺将对小丽嘅片做来听听，我严重到冻僵，处理到冻好势哦。
3年的隔壁，佢很暗示，还是都爱同老母无路用，都无路用啊！宝贝啊，迄讲天公伯，佢讲叫送一只当真贵的礼物，可是佢半夜还会让伊输转去，看你很爱你的地方吗？小丽你好，无烦无恼呢。你老去做最好的决定，今日做天堂，还一只当快乐的小天使嘞，对吗？妈。妈，你都小娜，你爱加油啊！医生，一擺佢都能發現啦，佢流通腦幹差唔多嚴重下啦，所以我哋實在是無法度全部提搶下。一個佢都有影響到我媽媽講話嘅成員，以後我哋講話怕會有問題。佢啱咪行存到幾久啊？唉，差唔多3到6年。做得拜託你唔好過來啊嘛！兄弟，我是卡多掉的，咱会有里头。复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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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你干嘛改啊？我湯唔水，复查。佢想愛做做福建，福建，有媽媽希望做得了以後好講法。你看，
爸同好做军人上，拢来着向下协商。拉去外国要卡人，最面一张相片。一日一幅花，很浪漫。哦，小汤。我着跳芭蕾，本小跳较欢喜着嘞。哦。天哦，好醉哦！啊哈哈，我的意思係佢弄歡喜啦。爷妈妈已经准备好势，来面对死亡。不過，我冇準備好。爷妈妈講，記者會當做係交本，唔過係想下咧，係喺成本，就唔可以冇解遺憾。爱最亲爱的宝贝，妈妈的声音都伫个追求一百分的人生。最尾我才发现，原来我的声音最不爱去到傻逼的事情，是那种一个妈妈。春夜和春来都市度嘅世界，我是同好容易讲法。你行喺往下嘅事，我行到好春日嘅生活看你，看到你提日擺外邊，提日擺外行路，提日擺叫你嚟講，冇想我去上課。你向我行過按道算唔清楚嘅體日擺，你本我嘅生命帶落按道嘅驚喜。
本单啊，俺们希望小丽做得老恩义穷容，穷下韩国生命又极好，又极强。不过，佢啥时来离开咧？妈妈实在冇办法去想讲，你嘅情感都有极艰苦，所以妈妈单想是做的，本只家来原谅，原谅，定嘅生活来陪你。虽然当艰苦，不过啊，妈妈当欢喜。因为俺嘅心系连到强下嘅，不过宝贝啊，俺歹势哦，妈妈离下嘅身體，冇辦法再過來陪你咧。不過媽媽愛你記得，媽媽對你嘅愛，會永久在你嘅身旁來陪你，愛你嘅媽媽。醫生，我哋要接受昂難療法。好啦，艾迪，只要你放心就好。下面有冇解決你？做睇家庭偏離嘅消息。迄個人冇做家庭，媽媽就會更艱苦下去。愛啲，不過你要講正經係做嘅。你係因為愛佢，當初佢兩個家庭啊，你冇做也係唔錯咧。阿叔，用完咯。你未收聽用完咯？唔好見叫唔講話，我天天就過去。師傅，生日快樂！我大半家，我多個都要幾兩個，我都真感動，要幾位啊！我本來想停下來嘅，當日嘅事，我就躲唔掉。你喺外面嗬，TV 老你安排哦。新年，一啥？一张呢？收條唔行啦。轉戶卡。好，等你來轉。我頭冇唔見啊！
你想爱老眼结婚无？学会跳舞。我陪你来跳舞。什么？什么？妈，妈，妈，已经本人冻奖呢。唔做得個很難生寶貝冇？你有糖到嘿？我總知道，加上讓你冇翻譯，令老年人做很皮，白事。什麼你陪奶奶到兩下，從細到大你就會按人樣的，唔過兩下，什麼你做奶媽媽，我
我当欢喜做娘莫言，你是一个当长掉嘅妈妈。我听错未？好好照顾我自家。真嘅哦，你放心走唔走？哦，妈，你放心走唔走？我真勁懂啊你哦。那个阿姨吼，系拜佛的吼，人做的拜做吼，观世音菩萨，系新天主教的，人做的拜做圣母玛利亚，全部都做的。我客人有需要啊，还没做得多附送来父母哦。安好。嘿嘿嘿嘿嘿，排先等下。能小記一下，把阿娘當胸用啊，迄個結婚哦，佢是愛情嘅。小湯。小娜，哎，俺叫冇看到呢。俺叫冇看到。哎，恭喜恭喜！有6张年嘞。恭喜恭喜！我这里没同新时节发现有一封信，我留本。什么？无爱。亲像人该讲日记当时里，本爱最亲爱的你，春到嘅日了冇几多，爱留你留的身旁，爱洒的梦中。亲像人该讲日记什么你，本爱最相信嘅你，从上等起等到解下，你还有得来发散，讲恩爱强下，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我还能说些什么？我还能说些什么？或许只是好好生活了，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你还想听些什么？说我会安然的离开吗？说我会安然的离开，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顶多你会有点寂寞吧。迄6条歌，也是老一种花，把红的拄嘅花，
拢都给掉的，去草仔我动来，戆戆的笑，戆戆的笑。流木这个世界，起一盆火，希望老热的街路，希然台湾路上，伫暗夜等天光，也是去对一个小模样咪咪笑。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我还能说些什么？我还能说些什么？或许只是好好生活了。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你还想听些什么？说我这是最后一封情书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顶多你会有点寂寞吧。